唱比说好听 ，Music all the time， 最爱的经典、最熟悉的好歌都在 iRadio。打开中广线上听 APP 或中广官網，點選 iRadio 中廣音樂網，我們都在這裡，隨時陪你重溫戀愛心事。iRadio歡迎大家繼續來收聽《語言之聲》少年人的語言廣告電台。這集呢，同款邀請到 CL 來講一寡伊甲這個演藝界這個對於少年的時陣到大做工課一寡故事啦，還有一寡案件，互咱知影。頂一集呢，咱拄講到即個食藥啊物件食藥啊代志，有一寡藥啊是講強姦藥啊 FN2 即款啦，有一寡藥啊是即個咱講娛樂性誒什麼興奮劑啦，就是講即個食了迄落什麼 K 他命即款誒佇咱即個講不管是演藝界還是需要你知影的這個世界內底，這款用藥的問題是不是最嚴重的？這聽起來就恐怖，我知影都一個世界。你會迄個世界啊？我起碼是咧關錄音是。係啊，因為咱攏善男信女啊，你迄個就甲。我嘛是善男信女啊，阮咧為大家咧謀福利呢。對啊。你講演藝界嘅食藥啊？我家己無食過藥啊，但是我有聽過有一寡先輩有食過藥啊，嘿，因都食藥啊，都較有靈感，親像因要寫劇本啊，還是因要寫歌啊，都較有靈感。你敢會感覺迄是借口？有當時應該是講，因為阮的工課吼壓力較大，因較需要較鬆一個，鬆一個都各種的方法嘛，有的人就去林森北路送一個嘛，去你熟悉的店，我熟悉的店送一個，無啦，即馬無得熟悉啦。那是有人想要問講林森北路有啥物倒在通好佚佗的，你會當佇咱下骹應該當老話吼，老話來嘛是哦。對啊，但較早我嘛是佇遐佚佗過嘛，那是有人。即馬嘛是吧？只是較無體力啊。中人都無要坐內底佚佗啊。係啊，我都是。有人要去遐佚佗，我就甲安排一個安尼對啊。佮有講有個人就去拍球嘛，有個人就去收水嘛，都有個人會食藥啊嘛，因為這種都免出門嘛。收水、拍球、食藥啊，是同款的運動的對。攏是都你看你要愛出門無？還是無要出門？我是聽講食藥啊，有人心肝皮膚菜凊肝啦，個困袂好勢啦，心跳會變啊，敢若做運動安尼，聽人咧講，敢是安尼？我嘛無食過，你愛去問有食過的人。我會安尼甲你問是因為我知影你捌熟悉過一寡有咧研究即個食藥的人。你是講我正經的男朋友是毋？對。即擺是講這是嘛？對。咱大家你只小心，你講這，應該是講每一項藥啊都有伊的功能，因為阮較早是讀心理學的，阮對藥啊都有一寡熟悉，嘿，有一寡藥啊咧會互你較平靜的，嘛有一寡藥啊互你較好困，當然嘛有一寡藥啊互你較有體力，都看你要需要，即馬需要啥物款的藥啊，需要啥物款的。改烏便便，真正是苦啦，對啊。但是我家己是無啥贊成用藥啊啦。你讀心理系啊，毋過你無贊成用藥啊？因為心理系毋是看病，有一寡看迄個心科的醫生，看了其實伊嘛是叫你食藥啊。這甲台灣的心理學的這個應該是講制度有關係，因為台灣無真正的心理醫生，阮攏是看精神科，無都是看去諮商。你講電影內底迄講好，你繼續講。坐咧遐好，你繼續講，無台灣無這種制度，嘿，大家攏誤會啊，嘿你若是去看心科。應該即馬攏叫心科，伊就會看你即馬有啥物問題，就開藥啊，就甲去病院看醫生共款，攏相共。你就骹疼就醫骹，頭疼就醫頭，看心科嘛是差不多安尼。但是有一寡心科的醫生，因較有道德，因就會甲你講，
啊，你食即个药啊，工一个时阵诶，你会使去倒位做咨商，去甲有一个较专业诶人，甲你开讲一下。哦，嘿，咨商嘛无算心理医生对对。嘛毋是咨商的，因都是心理师，嘿。甲医生嘛无共款，即个台湾的制度是安尼。算命先呢，算命先讲是。伊嘛是讲，继续讲，伊嘛是安尼。这点遐听别人咧斗讲。我嘛无算过命，你问我嘛毋知。你无算过命吗？我基督徒，阮爸爸是牧师咧，你煞袂记啊？就是讲，你看我一日敢去庙里，你都想讲去拜拜无啦？我都。你去带倒咱啦！你这个查某嘛是足复杂的咧。你看，佫是读心理，佫拍过广告，做经纪人，基督徒，毋过讲带人去洗庙安尼。洗庙是你带我去的。嘛是啦，这就是你嘛是用袂落来对无？就趣味啊！你即摆咧无用啥？即摆都拍片啊！拍片啊！带日本的查某演员来台湾做活动。就参照迄个啥物成人展迄款，是，你嘛毋咧创迄？有，你是主办单位啊？毋是主办，阮都是一个厂商，阮厂商都有阮家己位，阮的位阮就找日本的演员，查某演员来甲台湾，就做活动，甲因一寡粉丝见面安尼。做迄款活动，伫咧台湾敢是合法？阮内底也无得性交易啊。就是有性交无益对对。我若做了卖纳钱，安尼就无算交易。我都无做甲迄步，你是咧想啥？你是就想要做甲即步？无啊，足侪人拢就是讲成人底内底，毋总用迄乌布甲炸起来，你就去内底毋知创啥。内底都一个房间内底都会使甲伊翕相。干伊。介意翕相哦，介意翕相，讲好清楚咧，莫我袂讲，因为因嘛是演员，因只是因拍的片是有真正在性交的，但是因佫是演员，因有足侪的粉丝会来甲看，来甲送礼物，会想要来甲伊讲，我足介意你的，我敢会使，甲你佫较熟悉，但是。遮的人拢是演员，就亲像咱去看一寡泰国啊、韩国啊，因的迄演员啊、歌手啊来台湾啊，因为见面会共款啊。所以讲，咱莫看讲伊伫咱迄个影片内底是安尼烫甲光，其实演戏迄个做戏，莫是搬戏，对，莫当做迄真正诶。伊安尼烫甲光，就亲像你看迄个电影啦，嘛好，啥物片，其实都是演员啦，拢是共款啊。因为有一寡人诶观念较无好，讲实在，因为甲当做真正是趁食查某啊是。对无？你若真正想要去开查某，有足侪所在会当去，因都是做即道诶，因都是出来伫卖家己诶批判诶，但是遮诶查某演员伊是演员。这一定爱甲大家讲详细，认好清，看好明哦。你要去找，你要去真正要开查某啊，还是要带你该找着位啦，莫讲。因为我伫网络顶头就看到有人咧讲这个成人展内底也无啥，也无算着。我想讲，你要去算啥？对无？你应该嘛看到。我嘛就想要知影恁想要算啥呢？毋知呢。真奇怪呢，这都是演员的见面会，你想要算啥？有人就想较济啊。你就开一寡千1000块、2000块，你都想要算甲。并叫，哇！你嘛真正是就看你家己会去呢。所以讲，恁做这个 AV 的经纪人，其实除了讲成人展以外，在台湾敢有啥拄着啥物？嘛是共款在你要开足侪时间去人解说，人个知影讲恁到底咧创啥？我
感觉即马较毋免开遮侪时间啊，大家观念较较好。改水啊，嘛是有淡薄仔啦。啊，我著性地歹嘛歹势呢吼，因为即马台湾的大家观念较好啊，较无亲像以前大家拢用无啥好的眼光来看遮的演员，嘿，即马大家较。应该是讲，我感觉即马大家对性即个物件，较开放，较会使讲啊，嘿，都较袂有一寡奇怪的眼光，还是讲话安尼。啊，我拄则佫想到一个嘛是，较早咧看即个，咱讲看日本片啦，看欧美片，其实。无共款的国家对即个拍片的标准是无共款，咱台湾其实是敢是会使拍片的。法律无讲袂使，对啊，法律无讲袂使啊。旁对对。嘿啊，但是有足侪规定啦，亲像讲有一寡内容袂使拍，亲像人甲动物的啊，甲囡仔的啊，即种就袂使啊，甲强的也袂使。嘿，即种的内容是袂使拍的。啊，你要甲摕去即个片你拍好，你要摕去卖，你爱放伫网络顶悬，啊顶悬爱对年龄。对伊的年岁爱有限制，18岁以上的才会使入去这个网站，啊会使入去内底买片。我就算讲毋是18岁，我嘛点18岁啊。但是你要大家都嘛安尼点。你要买的时阵爱刷卡哦，啊伊就知影偷摕爸爸妈妈的卡。啊安尼我就无法度，恁爸爸妈妈要互你伊的卡，啊我怪我哦。嘛是共款有这个规定就对啦。是哦，所以讲。我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咱台湾其实在法律顶头要做性交易，其实是合法的哦。有一件代志，地方政府爱有去设这个性专区，其实就是会使做性交易，对无？但是台湾即马无正式的性专区，佮有一件代志，这演员因提钱。是因演出演戏的钱，毋是因性交的钱。对，而且是片商，阮拍片的人，阮付钱互遮的演员，因家己无付钱互对方，安尼就无算性交易。所以讲，其实这是真有路的代志啦，就是有交易啦，有拍片啦，吼，啊有其他的部分，就是拍无嘛有去咯。无咧拍片，啊，毋过有出即个写真集迄款嘛有嘛，对不对？其实是无共赞助的问题。哦，虽然拢敢若看起来，咱敢拢甲即个较低高的代志，讲拢是共一讲的，啊，毋过伊其实赞助是无共款的，完全无共啊。对，因为就侪人拢毋知，拢侪人拢想讲，伊有应该是安尼讲，有的人有当时讲，迄日本的某咪啊演员，其实私底下有咧接即个性交易。这是伊，也是伊。应该是安尼讲，有一寡演员呢，因本来都是伫咧做性交易的，因出来拍片是为着以后出去去卖，钱会较好，会较侪钱。但是并这无代表讲遮个演员因拢有在做性交易，毋是讲所有的演员拢在做这个就对啦。有的是专门咧拍片的啦，是专业的演员，咱袂当甲伊囥做伙咧看安尼。哦，啊，你拄则嘛有讲到一个，就是咱拄则咧黑白开讲的时阵啊，就是有讲到录音进前有讲到这个。大家即摆应该拢想要知影，阮黑白开讲咧讲啥？黑白开讲就黑白开讲啊，就讲到即个做即道的，其实心理的压力就大诶。压力足大啊！你的身躯规身躯拢无穿衫，伫咧镜头面前都互人看啊！大家咧看讲啊，这淡薄大箍啊，这倒位迄皮肤无啥水，这化妆来画甲安尼，这画得敢若鬼，逐工拢去互咱迄边骂呢。
毋是有一张迄个卖淫图，就是有一个查甫大箍啊，摕一个秘鲁啊，人就生啊肥肥安尼，啊，就看一个选美的小姐讲哦，迄人鼻仔伤大。对，就是安尼，这压力一大的，好无？我以早家己咧拍咧翕相的时阵嘛是有感觉啊，逐工都想啊，我今日看倒位敢若整起来，敢若收大箍，敢若但是我迄当阵比我即马搁较瘦差不多15公斤呢。你已经放弃啊，即马？即马放弃啊！啊对啊，到接受到放弃这段时间，这个演员伊要安怎排解？你安怎排解你手头的演员？应该是讲我会甲因开讲，带因去一寡较会使送一个所在，亲像去掠人。单纯的掠人，单纯的掠人，心中懂咩？就单纯的掠人，无其他的代志，单纯的掠人。啊，也是讲有一寡演员，因看因较安怎会使看因，互因较松者。有的人就真正去拍球啊。有的人真正就去收水啊，就传去啊，陪因去啊。陪因去开讲啊，应该拢差不多这种方法啦，就做一个朋友的陪伴安尼。就毋那是经济的尔安尼。是。你的演员敢有甲你斗过讲上严重的代志安尼？想袂开，还是讲去放杀安尼？去放杀哦！那安尼我会找一寡较缘投的查甫朋友来。你看开始要送者啊？无啦，来唱歌啦，干那唱歌啦，无安怎啦？拢咧想啥？足奇怪的。有叫咱想袂开的无？我有听过，你无当过？我无当过但是我有听过，我嘛有看过，已经退休的演员，因手顶悬，拢一寡挂形。我嘛有啊，我鸟啊聊，阮到钱鸟啊挂甲，人叫我嘛是呢，我手顶悬嘛真多。人叫是讲我是过了真歹啊，无鸟聊诶。对啊，看到迄边安怎甲迄落，你嘛无可能直接甲讲。无可能甲讲啊，但是我头一件代志是，伊若是伫咧翕相还是咧拍片的时阵，伊的手互人看到，才会挂形，我会甲砍起来。伪装来会使砍起来就砍起来，安尼这是头一件代志，因为应该观众无想要看到这。应该是安尼啦，大部分啦，应该是无想要看这少部分有可能啦，少诶，对，较少诶款，少诶。第二件代志就是先甲问一下最近安怎啊？最近有啥物代志啊？因为因私底下生活，阮差不多嘛拢会知影，因有在搞啥交往啊。无共经诶，你嘛会知影。有一寡阮私底下是朋友，嘛是会知影，嘿，阮会开讲嘛，就会甲问一下讲最近甲你的查甫朋友安怎啊？最近甲恁翁有啥物？有翁诶嘛有出来拍？有，即马足多。是翁纯粹做经纪人还是安怎？即种诶我毋听过。嘛有。嘛有翁遮大班甲某杀出来拍片安尼。应该讲，因为因是演员，因诶翁。尊重因的某是演员，因演的戏内底有即件代志，但是并毋是温准伊去外口甲别个查某人相干。两件代志，这是完全无共的代志。敢有讲翁仔某咧做演员的？嘛有。查甫朋友两个做伙来拍戏嘛有。即种叫做。你嘛共款，因若是有拄着即个无爽快的代志，你嘛是爱甲排解的对。都做朋友嘛，朋友，你的朋友有代志在甲你斗，你嘛是小看听一下啊，就共款啊。所以讲好佳在你嘛有这个心理学这个专业，才有法度做到。我是感觉学校学的物件，若会当用伫我生活顶悬，嘛是真好。你用了就嚼诶，你用一个够想拢想袂到的所在。我应该等去学校甲因讲者。对啊，应该是就是会当分享讲，你学校学到物件，会伫你想袂到的所在，起这个效果就对。好，
今日呢，真欢喜诶，佮请到CL甲阮佮讲录这一集这个演刷，咱讲到这个资源效率这个失踪案吼，尾啊到来甲咱分析讲演艺界也好啦吼，啊佮有这个 AV 的拍片界啦吼，叫做咱讲一个较快嗰种娱乐界啦。整个娱乐界内底，伫 CL 伊的这个专业内底，伊所看到的，伊所听到的，啊，佮有伊当咧处理过这些代志，那若是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呢，感觉讲有一寡代志想要问啊，想要分享啊，还是讲想要来食一道。会使啊，来啊，欢迎啊！对，而且下骹会当甲咱留话啊嘛，咱寄批来甲咱的这个批箱内底啊，咱就来甲你转达好CL，互恁熟悉。啊，我来，阮过来收这个小介费安尼。嘛是会使哦。好啦，今日真欢喜啊，请到CL，感谢CL。耶，多谢东北，东北，我的名就歹念，歹势好，多谢东北，我挑过一经这个名。好了，感谢听众朋友，咱后盖呢，佮继续伫这个宜兰之声少年人的宜兰广播电台空中再会。